来嘛是，做只开啊，个叫我无拄个叫讲起来。大语文记忆录音小选出西所30页30。点回头到30页，三个册啊，顶后迄段。哦，这段我读无看无了吼。我拄要开始读起吼。会行的时，真先带文理去世界佚佗吼。就是这段是讲起讲大家是安怎听这个文理啦吼，这个上细汉的这个查某囝吼。好，佚佗世界佚佗是阮的腔口啦吼。即嘛主流阮都毋是安尼讲吼，无要紧，就是为哩就是这是阮的腔口。会行的时，真先带文理去世界佚佗吼。暗时，阿哥吼，清流吼，就是较大汉即个台川的进前某生吼，就教伊念囡仔歌吼。这嘛无啥物好看的，无啥物研究的吼。真熬念吼，也真熬吟诗，搁真忍耐吼。伊讲忍耐吼，即嘛人讲较袂晓讲忍耐啊吼，这白音啊，我讲忍字较侪款啊。我用莫用你直接查音忍耐看有无？但你到时咧用小忍耐吼。就是查某囡仔吼，真贤真巧安尼吼，真诚忍耐。忍字咧，伊竟然无想讲，即个忍耐的别个腔口音，结果嘛无吼，忍字嘛无。无想忍字，我来查一个词台语。忍字第7条。我拍毋着，言句吼，兼这句都无共意啊。忍字代理新事书吼 ，Mary Moore 这种诶较后期诶啦吼，都有收啊吼。好，忍耐忍字拢会使，忍耐就是忍字啦吼。忍字即嘛，阁有一个意思吼，我看嘛，忍字是意思讲对应英文的 king。king 有啥物意思啊 ？king 我所知影含忍字都无关系。小等下我查一个英文字典 ，K-E-E-N king K-E-E-N intense or sharp。OK，sharp 是会使啦吼。If you have a keen interest in something, you are really into it。这是我所理解的 keen 的意思啦吼，就是你真对什么代志真有热情要去做安尼吼。keen is an
adjective that describes something that is intense, sharp, or focused. 所以这含咱即只讲的这查某囡仔真贤真巧哦。这个 king 我感觉无介适合啦。The word king comes from the Old English word that translates to bold and brave, 勇敢。And while the spelling is now really different， 古英文这个字是勇敢的意思哈，即嘛无同意思哈。唔是 ，and while the spelling is now really different， 目前的即嘛的拼音的方式不含较早无共。The sounds are similar， 声音是相共哈。Variations of king as being bold and strong show up in other languages。But only English has the meaning of sharp. 什么意思？庆祝讲做这个勇敢这种用法，在其他languages variation 无共。其他英文 has the meaning of sharp.Relating to an edge or blade. King has a lot of close and brutal synonyms, such as caustic, cutting, piercing, and penetrating. It can also be used as a verb to mean express grief or pain out loud. 无介清楚，好，我哋恁来就是安尼意思吼，恁来恁里共意思吼。即嘛的恁里吼，我讲啊，即嘛讲伊诚恁里，什么意思？我听起来语感拢是讲即个人诚清气性吼。所以即个恁里，我即嘛早厝内底嘛无即种规则吼。纯上加音修的字词，敢若就是你讲，迄着讲清气伶俐安尼。就你讲较我清啊，讲你讲啥？衫裤穿甲伶俐，就是穿甲清气安尼，清气伶俐。诚精髓，诚泰迪啦吼。嘿，对，你讲的意思嘛？即马拢变成敢若真巧真。无呢，我是讲即卖意思拢是清气啊！我较安尼听，讲查某囡仔巧，讲叫做伶俐，当然华语即个意思伫啦，台语我感觉敢若无即个意思。毋是讲无啦，较汉的人安尼用。已经袂晓你用。我即卖咧查一篇章吼，伶俐来。伊有两个意思伫 TJ， 第一个是女性的聪慧吧，即个你读会吧。第二个是女性，伊是马丽，这是什么意思啊？马丽毋就是聪慧，就是真厉害，真强。先查一下即个汉字，贤惠啦吼，应该是读做惠。聪慧哈，所以这个词变成是讲，读做慧啊，咁咪智慧的慧啊，系啊，智慧的，就讲这个词变成甲中文华语、中文中语、台语拢咧用，就讲共即字、共即个词嘛，这是中文咧用的，含台语咧用的，可能无一定拢一模一样啦。可能有共同的意思伫遐，啊，毋过嘛有伊分别无共的意思安尼。我想讲嘛，华语讲伶俐，聪明伶俐吼，乖巧伶俐啊。聪明伶俐就是聪明，
对啊，巧巧伶俐嘛。用外语，但是外语就无迄种真清气秀、真精髓即个意思都无。嘿，华语就敢若无种。你对我讲 neat 遐，什么遐，是 clean 迄个。对，台语无哈。你也排华语无，台语就有。但是我是书店拢查袂着即种规则啦吼。台语无啊 ，DJ 嘛无，所以无吼。好，不要紧，咱就是会使爱用啦吼。好，来继续讨论吼。讲真老面诗吼，也真老搁真忍耐吼。阿公阿嬷真欢喜吼，志平感谢上帝，想使我有即个囝儿吼，这应该拢免啥物特别去查吼。阿公常常抱伊伫胸前吼。常常定吼，我较袂晓用常常，然后主持人无安尼讲，我讲定吼，亲像请笔吼，抱伫胸前，咱请一身笔吼，亲像请笔吼，笔是 P， 嘛咱 H 啦吼，但我主持人听 P 开头即个音吼，笔是较接听着啦吼。因为若抱入来，会扭伊的喙鬚吼。因为若抱入来，会扭伊的喙鬚。即句意思是可能是，我听但是意思讲，伊若抱囡仔抱入厝内啦吼，会扭伊的喙鬚啦。毋是，就是抱囡仔有两种抱法嘛，就是。胸坎拄胸坎安尼啊，就敢小胆嘛。因为小胆是两个人，拢是大人，身材相当才是胸坎拄胸坎安尼才小胆嘛。啊，毋过种是阿公咧抱孙啦，啊，大部分大人咧抱囡仔，一个可能用手翘遐咧抱，安尼伊就是摕咧手翘嘛。啊，毋过有当阵啊，可能就是。我讲就是胸坎拄胸坎安尼抱掉咧，可能对囡仔较接偏，啊，甲对囡仔较成配安尼，一手伫较接偏，一手伫较成配安尼抱嘛，吼，啊，也是要敢若要解算，啊，主要是讲即个婴啊，会去揪阿公的喙鬚啊，伊这可能还袂大济啊，是安怎爱人抱啊，啊，囡仔就是看到物件，伊就是手会伸嘛，去杀啊，去创啥嘛，啊，所以阿公。因为在较久以早，就是拢会流喙鬚啊，流啊长嘛。伊迄个背后的概念，敢若是讲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甘回乡，所以爱流落来嘛。啊，逐工处理。啊，你流啊，遮尔大泡，啊，婴仔一看到就是乌白沙啊，就讲会去揪伊的喙鬚，大只好，甲婴仔洗180度，变成讲刚刚那请一身不走安尼啊。可比讲，做坐迄个进香的时阵，因会甲迄身上请出请入，就是安尼咧抱啊。因才会讲哪像伫请佛的即个概念啊。对因若讲阿嬷嘛，原底是算拜佛的啊，对无啊？所以可能有人要去进香，还是讲地方有迄个什么迄个啥，身上爱，佮讲。对到分灵出来，伊爱转去或者啥挂香还是回落，我袂记，我就是会甲迄身上处理迄个身体特定的身上，可能要请出去，请去原地的庙，啊，就爱用，敢若伫把这个形象当作不安尼抱出抱入吧。我也是无理解，啥物叫做抱入来？伊的入来是阿公的身躯啦。伊的入来是阿公的身躯啦，是靠入来处理，毋是就是两个小象的意思啦。啊，只是我嘛无确定伊为虾米要用抱入来，我无确定。但无照即个意思，就是我的猜想。啊，伊你若字不管伊安怎写，
罗马字、白话字、汉字，伊就是我著讲，就是两个人相像的意思啊。只是阿兄啊，阿兄啊，伊无迄个地格，就讲我即马甲阿公咧相像，还是我较少偏拄阿公的形象，啊，我看着外口。即几年我电脑看着较侪人伫爱囡仔、抱囡仔的时阵啊，伊袂歹你，伊袂爱你后壁，伊会爱你行前。爱你行前的时阵，嘛是较少偏拄形象。阿硬的时阵，讲我细汉，吼，或者是要看阮小弟小妹吼，老爸老母咧爱是拢爱咧较少偏。爱咧较少偏就是阿硬的形象拄老爸老母会较少偏。佮即摆我看即个，佮即摆即阿公的抱法共款，就是阿硬较少偏拄阿公的形象嘛。OK， 了解。好，安尼了解啊。我咱继续看咧吼。无即来读一个来。老卡毋有兴趣起来读无啦吼，有兴趣再起来读无，要紧做你莫客气吼。十二面在气候，来听一句。是我白话字啦吼。咱看我带迄个连接，或者是看我写即个 YouTube 的画面吼，都有即个白话字的本文吼，或者白话字吼。这是足正常的啦，就是你要学一个语言，对文理学起，这是足基本的物件吼。人看到这人讲说，我头一道入动物园，佫足新鲜的，捌看过。好来，会行的时，真想带文理去世界佚佗。会行的时。真心带文理去世界佚佗。暗时阿哥清流就教伊念囡仔歌。暗时阿哥清流就教伊念囡仔歌。真熬念也真熬吟诗，佮真忍耐。阿公阿嬷真欢喜。真熬念也真熬吟诗，佮真忍耐。阿公阿嬷真欢喜。志勤感谢上帝，想使我有这个囝儿。志勤感谢上帝，想使我有这个囝儿。阿公常常抱伊伫胸前，亲像请笔。阿公常常抱伊伫胸前，亲像请笔。OK， 所以拄则你讲这个亲像请笔吼，当然我知影请笔迄个双手捧一身笔仔吼，啊笔是不甲人面往头前吼，就是这种亲像请笔的这种抱法吼。因为若抱入来，所以安尼我就安尼就理解后壁讲，因为若抱入来，伊会扭伊的喙齿嘛，所以只好若敢若请不甲抱入外面的，就是安尼啦吼。是。因为若抱入来，会扭伊的喙齿。因为若抱入来，会扭伊的喙齿。哦，安尼完全了解。好，来，咱来看后一段吼。有时啊，无啥物字通学会足紧的吼。阿公人叫伊秋英吼，这是阿公的名，人叫伊秋英。我甲这段先读过一遍啦吼。阿公人叫伊秋英，即讲啊，是伊真弱吼，长喙手，咬接骨哦，做牛车哦，做牛车拍拳头真出名，倒伫医疗顶，互人站袂着吼，会听声，佫是咬拍唱吼。常常带真仙出去拍照，好款待艰苦人去去接吼，去接若来大换
大碗就捧互伊，所以乞食拢叫伊好亮公。赢的时就叫两个孙仔来看掠伊的脚会赢啊袂？会食有，会才有本事吼，会才有本事。这规段拢是咧写阿公啦吼，写阿公即个人吼，家己的个性吼，家己的汉草啥吼，拢写得足清楚，咱来看吼。讲阿公人叫伊秋英接公啊，吼，有年岁啊嘛吼，所以就叫公二辈啊吼。所以人叫伊秋英接公啊，吼。有年岁啊，但是呢，可能无甲老甲大家叫八公吼。可能共因庄仔头个人比伊年岁较大，所以伊就还能比啊，平常较侪就变一公。那伊头前遐八公一个走，伊嘛会升价做八公。哦，人叫伊。迄种有年岁，当然。无一定爱叫职工八公啦，有可能就是叫伊的人就是阮老爸搁伫咧，还是阮老爸若伫咧，阮老爸较细，我就当伊叫职工啦，对无？应该是安尼啊。所以就是两种可能嘛，一个是生理要人比较侪岁，不管即个时阵敢别细啊，叫职工就表示讲有才的人，啊，连叫伊的人就可能讲是。伊老爸较济，所以叫职工。伊即个传统敢若嘛，一直到大部是拢过去遵守。啊，当然，看会清无清啦。人去真正的时阵着清晰清楚啊，叫职工叫八公，大概也无啥物要紧。若是真正照轮回迄个去叫的时阵，啊，阮老爸明明年岁就比你较济，我哪有可能叫你八公？对啊，阮老爸年岁比伊，应该是我无可能叫八公啦，我连叫应该是阮阿公啦，毋是阮老爸啦。我哪有可能叫伊八公？所以我咧猜想，啊，当然就是讲，迄个年岁伊也做工啊，吼啊做工就爱互叫公，只是可能是少年公啊，还是真正老公啊，啊所以才职工可能是两种意思嘛，我猜想是安尼。就是讲伫遮，即个月就套牢讲伊的贺寿啦吼，毋是啥物少年人吼，啊讲人叫伊秋英接公啊吼，秋英汉字可能是秋天的秋啦吼，英可能是毋知都是英啦吼，可能是阴阳的阴啦，有可能吼。我咱继续讲哈。清华教授是改写这即两字无毋对。哦。就是写即两字。讲是伊真落吼，即嘛讲伊汉草吼，真落骹吼，真落骹吼，即阮嘛讲，阮是讲落啦，我自细听落骹呢，我即嘛写无啥会记，我咱来查一下吼，落甲落吼。敢若我细汉就拢听过款。但你导师顶无写讲，伊讲写转 Q 叫做 no， 毋是歹嘢，这是无共理吼。我拍毋对啦，第三条才对。听着讲叫落骹的，落骹。转 Q 叫做流啦吼，所以流吼，拢会使啊，为了 Q 口叫流啦吼。这流对安尼吼。落骹嘿，落骹吼，较落德高，这是大理老师顶的例句，讲较落着德高吼，比德高较悬就对啦吼。落骹落手吼，落骹落手。头落就是颔棍真长啦吼，细长。头
头落落吼，我是毋捌听你讲吼，但是头落落吼，OK， 就是长脖子的啦，讲头落落吼，但你无讲颔棍，直接讲头，头就悬的意思吼，头看就悬了。好来，咱继续来看这个青鹰职工哦。还是我无拄去现着伊啊。是伊真落吼，长喙手，咬接骨，咬接骨做牛车，拍拳头真出名吼。所以过来就是伊长喙手，这是面上的特征啦吼。长喙手吼，咬接骨。过来就是伊有啥物才华，有啥物才能，有啥物才调啦吼。咬接骨，做牛车吼，拍拳头真出名吼。一般迄个较早的即个晓拍拳头拢是接骨师啊吼，拢接骨吼，去捞着、闪着吼、拽着吼，啊，或者是即种伊拢会甲你敲一下吼，我讲抄一下，我因讲抄一下，甲你抄一下，抄一下骨头安尼吼，对使吼。但是我是查一下这个字吼，佫无讲啦。是。种弄相拢会处理得着，伊迄个时阵可能就是那啥，摆有迄种兵农合一，就是爱做田去做田，然后需要就是一破来，诚做为师，诚做要抵抗外来的人。啊，伫练拳头的时阵，总是有弄伤、挫伤、什么伤啊呢？啊，所以有可能就是嘛爱去挽青草药啊，转来做遮膏药还是啥哪啥，所以就等于是爱有足侪种能力的。啊，所以要安怎发展，就是变成拍拳头甲接骨啥，遮就是变成有一部分的人基本能力安尼啦，因为通帮赞别人嘛，还是互相帮赞安尼啦。对无？西里七坎遐个拳头西啥的，就是有咧练拳拍拳的即种。好，咱来学一下即字，然后即个顶头指顶头无吼，小煞无写着，但是咱都敲骨头、抄骨头这个敲手骨啊，即个敲哩吼，抄还是敲吼，转音是抄吼。那即马较接听到的是桥啦吼，即南部腔啊吼。台语歌词里有修四个意思，第一个是小可刷位置吼，小刷一下安尼吼。比如例句讲，倒着桥较来吼，倒啊着桥较歪来吼。期限未桥直吼，期限未桥直，无法度桥吼。就是这个期限无法度搁叮当啊吼，期限未敲直，敲骨哦，敲骨头嘛小可较刷遮位置嘛吼，敲骨吼，抄骨，期限未抄直吼，倒着抄甲过来吼。第二个意思是暂时借用吼，四过去敲无吼，四过去借钱啊借无啦吼。四过去抄无吼，第三个是介绍顶顶咧讲价，超介绍吼，这就是即马人直接用的啦吼，应该是讲连华语，即马连台湾华语都直接摕即字来讲。除了超介绍，搁超代志啦吼。对啊，超代志。就是即个。桥里即嘛，台湾华语嘛，直接摕去用，音摕去用，啊，但是字袂晓用啊，都黑白写华语的字吼，迄拢是黑白用华语的字直接去写，其实袂使写迄字吼，但是迄是华语的发音的基本的，安怎讲？这个是一般吼，咱台语人袂晓的，所以讲倒咧写即种汉字，台语人袂晓的用你
你的语言你本身有你的发音的，你有你发音的规则，你有你发音的这个基本的原则，或者是你用汉字吼，你要用你汉字的音，爱用正确的字嘛吼，你发音要发正确的音出来先。所以对华语来讲，伊直接写这个超大字，伊写迄个超其实是在华语的理路，在华语这个语言本身的理路是对的，是正确的。伊安尼写，大家才读有嘛，才读出正确的音出来嘛，吼。OK， 所以台语，我角度是讲，这是因的外来语啦。这个桥，这个对，所以台语嘛是当用，我嘛感觉一直感觉讲，台语嘛当用外来语的概念去用这个华语内底的词啦，吼。当然，华语有当用汉，有法度通用汉字写的词，其实台语其实拢有法度当用汉字念得出来是无毋对啦。但是有时啊，就是你就是把那个音读出来就好啦，吼。我意思是讲华语读出来，但是用台语的发音的标准，台语发音的原则，吼，台语发音标准，比如讲发声，台语无法度讲发声，我一定讲花生，吼，我花生就花生，有啥物毋对？这就是台语内底的外来词的用法嘛。这个是咱敢若日本人讲，spirit 都一定是念 spirit 嘛，伊绝对这就是日语的发音的规则嘛，所以你本身你伫读外来语就是这种发音方式。台湾人讲台语、讲华语的时候，用这种方式，你讲华语太多，你自细汉啊花生啊，你是谁啊？我不认识啊，这就是你的台语的外来语的用法，但是比华人比这寡其他人笑甲你拢毋敢安尼讲啊，笑甲你毋敢用你台语的发音的规则原则去发一寡外来词、外来语，你去用笑甲你本身无迄个自信，无迄个大通安尼讲哦。OK， 迄毋是古早，我即马讲毋是20-30年前讲我国民党我打台语，我即马讲即马现在哦。你即马伫公开场合，拄则用我拄则迄种发音方式来念即寡词，你看你袂去用笑，绝对大家笑爱起叫，笑啊哈哈叫，笑啊种欢喜，笑啊大家都要顶来顶去。伊就毋知影讲，这本身就是台语的这种外来语的发音的原则嘛，我不认识你嘛。就是这个是阮的论述，就是阮花生，这个是阮的外来语的发音的规则嘛，这个阮外来发音的原则嘛，这有啥物好笑？是笑啥？我后壁来讲开了，迄真正足听了有够时啊！我甲这种当作笑科，我从来笑袂出来，我真正是完全笑袂出来吼。这个是阿嬷要买花露，这个算笑话安尼嘛？对，阿嬷要买花露啊。我毋知咧，听过。阿嬷去店里讲要买花露啦，店员要听有哦，伊就讲阿嬷，你要啥物花露？你是要烘麦花露，还是关去搞的？迄个雾秀花露啦，就花露啊！我听话，你知阿嬷就做动作啊，双手伫头壳顶摇者，我要买飞柔。阿嬷袂晓，阿嬷台语无 F 的音，台语嘛无光字的音，柔嘛。所以阿嬷伊听广告听到飞柔，伊就即个主动就变花露。对，是。不过咱台语人要去买迄个 fireplace 还是啥，咱袂讲火炉，所以500个唱迄首歌的时阵啊，伊就讲啥物像热天的火炉买啦，迄是伊无理解的时阵去互华语牵去，华语是讲火炉这两字一字读到台语确实是火炉无对，也毋过台语伫讲迄个物件的时阵是会讲烘炉，讲规世人的台语哪有可能讲毋对？所以少年就问讲：阿嬷，你要倒一种火炉？阿嬷当然唔知影，我要火炉啊！所以伊就爱做迄个动作，甲双手放在头壳顶照者，我要洗头毛的火炉。所以我就跟迄个曾吉新共款嘛，
伊是讲英语的，所以受访问讲台语的时阵，对遐台下的记者因就冲吞嘛。啊，那会遮高级讲英语的人，他会讲出来这个无水准的台语话安尼笑出来，伊就讲恁太拢咧笑，真正先迄个瞬间，伊毋知大家咧笑啥，迄是过去咱的台语叫一直去用讲做是无水准啥啥。啊，对遐记者来讲，讲英语是高级的人，啊，这个高级的人，那会讲迄个无水准的台语，我笑出来。所以这是咱可能当然我有当然嘛会来讲，变成讲无法度甲台语正做一个优先、优先，甚至要当作唯一使用语言是有困难啊。我说，其实我讲的毋是讲啊，你伫个台语优先、首先，就是讲你建立不起来迄种观念，对无？这是台语发外来语。台语发外来词的发音的自然的发音方式，不管是火炉，不管是花生，哦，不管足多，但是起码你一听了，你就甲笑啊！啊，你华语讲甲台湾国语，啊，这个台湾国，这个台语啊，这个国台语的外来语的发音方式，这个台湾国语。台湾国语我有讲哦，台湾国语这毋是台湾国，这叫做我台语的外来语发音原则。安尼了解无？这是完全无同的概念。在你台湾，你叫做啥？台湾国语，迄是你的概念内底讲，我发国语音无标准。在我的概念是，这是我台语音发到足标准，才有法度安尼来标准的台语音。对，才有法度甲外来词安尼甲转用这个音感念出来。这阿嬷在做会讲，你个少年你来叫做看卖，你看有法度。你我都叫伊一个外来词，对不对？伊飞佬伊要安怎台语你要安怎用台语来发这个外来词，做袂到咯。对啊。所以这是完全无同的概念。我有机会再去写一篇，真正是完全无同的概念啊！问题是即嘛无人有这个概念嘛，就听了这就甲你台湾话就甲你笑啊嘛。哦，不管是挑工要甲你笑，啊是讲伊是无准或无准，我足侪人10个有9个是无拄的，啊听了就感觉好笑，因为伊惯势啊嘛，伊惯势讲这是台湾国语嘛，伊惯势讲这个是华语，对啦，伊笑会出，我真正笑袂来，因为我理解嘛。哦，所以这就是理解甲无理解差伫遮尔。我较早无理解，我嘛去笑啊！我读初中，我记得我读高中，阮数学老师南部人，平常去讲华语是其实是还好但是无拄好就来讲啊，什么花生这种音乐出来，就造出来。这个音乐造出来。对，正常的啦，因为讲关系讲台语啦嘛，对无？啊，是啊，讲真哦，讲到即个比较大好就是安，迄毋是古早，迄毋是国民党打台语时代，迄即嘛即个时代，即个观念建立袂起来嘛，吼。建立袂起来呢。从你角度来讲，咱是毋是真观底有迄个想法，就是讲古早人讲的啦，吼，上师闻道，宽福音调，中师闻道。西准死亡，就讲上士闻道全福音，中士闻道时存死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伊若无咧笑，迄就毋是道理啊，就是因为迄是道理，所以才咧笑。当然，你要讲这种想法是阿 Q 的想法，嘛是袂使啦，因为过去台语就是一直去用挑工、抹黑、挑工。讲啊足歹听的，即两工啊，迄个我就讲迄个美国人嘛，璀璨，伊含一个，我那嘛是外国人伫咧讨论，伊讲是一个 podcast 点外钟。我即个我讲毋是讲较早抹黑啊，是讲我即摆讲是讲即种观念建立袂起来吼，你就算伊无想要甲你。伊本身就无迄个意思要甲你嘲笑，要甲你提笑吼，本身完全无，但是就足好笑嘛，因为迄个概念袂出来，伊就笑出来嘛。哎哟，你这华语讲甲安尼啦，哩哩啦啦，啊，讲甲这怪腔怪调，你若徛伫台语人的角度来看，迄足正常，迄讲着你已经笑啥样好像，你就讲你家己本人，你别一边人讲，哎哟，拜托，不是莫讲是比你大嘛，有够歹听。啊，莫讲这个喊卡气啊是啥物？你做在即个领域就太做甲因惯性有时啊讲英语无拄好，就安尼讲出来。啊，你讲会感觉你若今仔日伫
一阵即个讲英语的电话当然感觉足好笑，但是你伫一阵日本人的即个电话里，你根本笑袂开，你觉得日本人个认为就正常的嘛，这就是这种发音的方式嘛。对啊，对啊，拢是安尼讲，顿来。所以为什么朋友我直接甲你拍电话的意思讲，我即摆要讲，毋是讲你对即种语言看袂起，还是讲你本身就是迄种我要讲已经毋是第三集个2-3年前的代志，我讲是即摆现主时即摆一直咧发生的代志。即种代志我嘛袂甲当作讲，就是你歧视，你是歧视我，毋是我讲的是讲。我讲的就是讲，因为你建立袂起来即种观念，即拄则我讲迄两种完全无共的观念，一个叫做台湾国语的观念，一个叫做我台语发音规则的观念。你建立起来时，你就根本就笑袂出来嘛？为什么好笑的？好啦，讲到这，咱继续看吼，都看这个超理，我先说讲着，其实我认真吼，我真正做代志，我深深去思考过，我知影我根本就无应该发生，根本就毋是安尼，根本就即侪代志我了解，我就分享互大家啦。有机会你拄着分享，这真正名义你可能想袂到啦，别人嘛会甲你教吼。好 ，OK， 咱敲骨头吼，即个尤其是法律内底讲敲代志吼，敲事情吼，法律直接借这个音来用啊，敲事情吼，伊嘛袂感觉这个音听起来好笑吼，因为这个音拄啊好伫咧法律内底和台语的发音方式是共相像的嘛吼，有共款这个音袂甲你袂感觉足奇怪、足好笑的安尼吼。好，敲代志、敲骨头、敲钱吼、敲介绍，拢是共一个敲理，或者是草理吼，我讲草吼。好，第四义就是讲有我讲台语大致都有4个意思。第4个意思讲扭曲语义，就是甲本身即个即句话的意思甲改变去吼。咱来看讲，例句讲话巧了就歹听吼，话吵了就歹听吼，就话小甲扭曲一下就歹听吼。我较安尼拄着即种用法啦吼，我应该是讲我嘛袂晓安尼用吼，话巧了就歹听。好，咱转来，我看一下时间，9:48分。我即只帽子够害，顾无顶人就找无。好来。大家都会敲拄仔因为讲敲是伊甲我拍拳头吼，即个手音接讲吼，咬接骨拍拳头真出名吼，即讲啊，另外有一项叫做做牛车，伊原来有做牛车啦吼。做牛车我无解清楚，做牛车即个意思是到底是讲伊会晓即个规做一只牛车呢吼，也做肉做牛车呢，还是讲伊驶牛车？我无解理解伫伊只迄个做是啥物？我查一下监理电讲，大家外面看有规说无？看做牛车即个事无？做牛车可能无啦，我主要是看即个做字吼，伊是安怎用吼。咱进有才会做即个就这种用法的嘛，就讲个音译的 do 还是 make 是算要挖，就是足好用的就对啊。对啊。有时间咱是去查迄个做什么话讲，什么做人啦、做目啦、做风台啦、做东做西嘛。我今日有查无？做，跟咱做。对啊，我是讲过你做嘅嘛。制作吼，对，做咧做吼，将音做，转音做吼，或者是另外一个我不要读吼，转音做吼。对款 ，CHE 也会款。七个意思吼，台语当中是7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制作 make， 就是英语的 make 吼，做到做到。做丝做饼吼，所以做道呢，就是做一只刀仔出来。所以我哋要做牛车，应该就是甲一只牛车做出来吼。但是呢，咱看第二个意思讲叫做做代志吼，做代志。第二个意思做代志，比如讲做生理、做工、做戏，吼，做
做生意、做工、做戏，吼。做代志啊，啥哩吼？这个做代志，这毋是讲做牛车变成做驶牛车这件代志，啊，所以无可能啦吼。做那个做戏嘛吼。驶牛车这条代志可能。系啊，所以我无太清楚，当然有可能是做也要做一只牛车啦，啊嘛有可能讲，牛车做出来咧，嘿，啊嘛有可能是讲也要驶牛车啦吼。进前的精饼餐要走去刺激因兜头壳。对，所以刺激因兜本地有可能有饲牛，啊，通好出去外口共做代志嘛，因为牛是一个真重要的做动力来源嘛。啊，所以牛拖犁、牛要载物件，你要有适当的工具，可能牛车通好载物件嘛。啊，所以遮确实也无确定，做牛车是属于 drive 吼 ，DRIVE。还是 make， 对，我无介清楚。我认为啦，我以为应该是 drive 意思较大部，可能啊，哦，这有可能这是有法有呢，50-50哦，有可能要毋对嘛，可能嘛。这种有可能拢存在啊。好啦，这无重要啦，反正就是真熬啦吼，手真真熬真欠啦，不管是手真熬做，还是讲啊真熬塞车啦吼。好来，继续看。倒伫医疗顶，互人站袂着吼，会听声吼。我其实即句我看无解有吼。倒伫医疗顶，互人站袂着，会听声，这到底是你讲啊？毋知爱看站这是啥？今嘛到时嘛无甲站即个写出汉字，因为是保留罗马字。来，咱来看站字吼，站袂着。第7条。但你大字顶无站这个字哦。我感觉我甘字顶无站这个字啊。站头爱站哦，敢是？站。好。站我想着啊，站高拍拳头，我拄啥物中文讲的，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伊后壁讲一个站袂着会听声嘛，人若活来，伊就知影讲迄个活来人是要创啥哩啊。OK， 了解吼，是这个意思就对啦，应该是啦吼。但你若说咱站是两字啦吼，一字是车站的站，即咱人过啦吼。第二个站就是。有5个意思吼，站倒或者是雕刻石甲雕刻金。第三个主要是指伫店顶用力去切物件吼，就是站灰切通过吼，站路啦吼，灰切通过。第5是靠钱站人的介绍，但是我感觉你遮讲拢无适合伫即个站哩啊，讲坐伫医疗顶，互人站袂着，咱较早讲你摕刀仔去斩安尼啦吼，第三吼，对，嘿，第三个。医疗你一般是咧放松嘛，甚至你休困也是安怎嘛，体力量啊，对无？无看的人。啊，毋过伊会听声，所以要站伊站袂着。大概是安尼。那第三个拍拳头嘛，打手溜力啊，虽讲我是职工啊，啊毋过就是，脚腿有力手脚灵活想要改安怎无法度。是，那个伫大理老师恁第三个例句第三个意思讲，伫店顶用力你去切物件，伊个例句是站过吧吼，站过吧。倒过吧啦吼，啊，就是你人摕伫即个倒伫医疗顶，那敢若是伫点顶头，你但是你甲倒袂着嘛吼，你站袂着嘛吼，就是这个意思。听人个走啊你。后来站袂着咧，会听声，有原因就是会听声吼。你伊免看伊听着声，伊就知影通闪吼。通闪。所以是功夫真好啦吼，秋英哥吼，即个较早古早就是拍拳头功夫真好，佫是到拍枪吼，常带真身出去拍照吼，
这应该是就是讲即个现代即种合情吼，毋是古早迄种奸情、灵情吼。因为毋是火金情还是啥物情？因为火金情是较古早嘛，有一条火金爱落点火嘛。因为迄个 rifle 就是叫做内底有迄个啥物尖情，你讲的尖情，迄就是会有较准嘛。火金情迄枪管内底可能无加雷亚线，若 rifle 内底它有加雷亚线。有加雷亚线就会使较准啊，应该是。当然，即只无确定伊是啥物枪。照时代来看，迄个时阵1899年，无差不多嘛，就是因为像金星甲文理，敢若是1899、1899几，还是到1900，袂记一啦，毋是1902啊呐。迄个时阵，敢若迄当时应该无咧用火箭枪了吧？敢有？迄当中个已经足活伫啊。主要无确定迄个时阵，因为 rifle 的枪，敢若我会记到20世纪才敢若较济款。火箭枪是织田信长伊那时代咧用的咧，知？嘿啊，就是1612年啊，对无？幕府的时代有咧用，毋过迄出叫做啥？末代武士迄个故事就是火箭枪甲 rifle 枪当咧交接的时啊。这是毋知像因讲啊，因迄阵敢已经进到火箭进到尖枪啊，我无确定。我讲的尖枪是枪尖啦吼，就是古早时代迄种。我讲古早时代是无合情的，即种较早是也一支矛啦，我讲的枪哩。另外一种更较贵些。安尼就是。就当然，这只无算是讲的啦，这只是你讲即种合情枪，即种合情啦吼。好。不管是好真正样咧，就无重要吼。反正就是即摆用的是即种，就是即种这个热兵器啊吼，毋是迄个冷兵器啊。佫是老拍枪吼，常常带真身出去拍架吼。看下时间剩2分钟，现在无啥物通好看吼，继续。何宽泰。艰苦人吼，所以即个阿公的另外一个个性就是好款待艰苦人吼，就是对艰苦人款待了真好啦吼。好款待艰苦人，这是倒装法吼，这个故事是倒装法吼，倒装句伫咧教会真惯势安尼讲吼，因足惯势倒装吼，好款待艰苦人吼，我即种倒装其实我自细汉吼较罕咧。听到，所以较袂晓，我就较袂晓安尼用吼。好款待艰苦人吼，好款待吼，就是对待吼，接待吼。乞食若来吼，乞食即嘛叫做乞丐吼，华语叫做乞丐吼，乞食乞食吼，食就是食物件嘛，所以台语的讲法毋是毋是讨物件吼，是讨食，嘿，是分食，甲人分食安尼吼，乞食吼，乞食若来，大碗就捧互伊吼，所以真有量啦吼，真大方真慷慨吼。你要讨食，我就大碗就捧互伊吼，一碗就大碗捧互伊。旁里应该恁搁看啦吼，这动作。所以乞食拢叫伊好良公吼，好良就是好良公啦吼，好良公就是写良吼。量就对啊，有量的量啦吼，我应该相信是这个意思，虽然无汉字，但是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吼，好良吼。讲啊，这个人足好良吼，有时啊，你听人安尼讲吼，好良吼，来看下好良。好量还是好量吼，好量应该是量，我来查一下量吼，第7条。好量就是真自卑吼，真亲真自卑，好心好量哦，这个无听着吼。乞食咧唱即个乞食条就先
一开厝就安尼唱吼，什么是好什么有好心好头家人好量啥吼，嘿，有没有才听？你路的含一个老大人小相信伊用台语咧分食，你知哦？嘿嘿，伊讲好心的头家啊，6块来分嘞。嘿，好心的头家啊，10块来分嘞。我来讲，我听啊，真艰苦辛，怎啊甲规身躯的银角落互伊。嘿，较早也去食条，我记一开始就是讲什么什么好心啊、好料啊那个，就是我就是安尼唱的吼。我袂记啊，我记有兴趣家己去 YouTube 去找去食条吼，应该查得到。去食条就摕到啊，旧年嘛碰出去食开个段内，对，迄个有一趴就是上来去食爱出啊，就月琴哪段去食条甲请出来。好量讲啦吼，好量讲吼，好讲理嘛吼，所以去食拢叫伊好量讲。那赢的时就叫两个孙仔来吼，赢的时就叫两个孙仔来，看举伊的骹会赢阿袂吼，就是叫来算啦，啊比开力嘛吼，啊讲有力嘛吼，看举伊的骹看举起来，然后囡仔人话嘛，坐伫椅啊吼，所以囡仔就会当举骹，会当举着骹尔吼，甲看扛会起来袂得了，甲骹看扛会起来，啊就剩啊地条，囡仔举袂起来吼。看举伊的骹会赢啊袂吼，伊个小话是讲看你举，本来是举会起来，我都甲人讲举会起来啊袂，伊讲。会赢啊袂吼，就是举伊的骹做输赢啊，看囡仔赢啊袂安尼吼，都安尼尔吼。那才有本事吼，那才有，唔歹势吼，就是会才有本事吼，应该是安尼吼。但是我看啥哪会啊？伊是第7条，按过伊。那这字就是伊有第2条甲第7条嘛，对无？只是讲，迄个第7条是迄个什么 ？as like as 啦，啊那第2条是 if， 对无？我即嘛是讲这两字，其实这两个词会当读出这两个字义啦。但是我即嘛咧看讲，伊这种是指啥物吼？我看应该是咧指，if。那赢的时就叫两个孙仔来看举伊的骹会赢啊袂，啊用一个分号后壁讲，那会才有本事，这应该是你讲这个代志吧？才有本事安尼，那会才有。这毋是你讲伊哪会才有本事，伊毋是你讲这个像人讲哪会才有本事，毋是，应该是你讲。我知道啊。那我都甲阿公的骹刷叮当，迄就有本事。这是有本事，对啦，应该是你讲这啦，吼，应该是你讲这啦，所以应该是要读做讲，那会才有本事，那会才有本事，嘿 ，OK。伊若要讲这个人遮尔，那遮尔有本事，应该是那 NA 第2条才对啦，吼。就是第2条，啊，毋过是第7条，是if 啦，头前那赢的是的 if，delay time， 赢的是出嘛，是。啊，就带要甲阿孙的试，还是要甲阿孙的练，按着练有成，吼，那会才有本事。是，好，咱今仔日读到这啦，吼。OK。老骹除了说你啊，真感谢你自头听到尾。其他一个人换过一个人，换唔到啥。英属台湾吼，欢迎你啊吼，来含咱斗阵来学台语。好，我看卖啊吼，咱后一回再来甲这段读一遍啦吼。啊，有兴趣要听讲话无？有兴趣要开讲者无？若无我就要来规放啊吼。安心自在啦，哈。好，感谢各位观众。好，拜拜。
后摆这个了。